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妍牧师。5月15日，很怕的、弱弱的、不解的，他都能使用。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士师记第4章到第6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以赛亚书60章2节。看哪，黑暗笼罩大地，阴暗遮蔽万民，但上主的光要照亮你，他的荣光要照耀在你身上。到底光所照耀的、所覆盖的范围是有多大吗？是无穷的吗？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只是在某些位置上，光有强弱和大小的问题。如果说哪里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那么铁定是物体挡住了地方，是光照射不到的，那么那就是阴影。今天我们要来看士师记一个很精彩的段落。这个段落我们要说起一个大家都不会接受的女性，却是在士师记4章的时候来出现。女子的拯救，在那个时代实在是没办法接受女性可以成为领袖，甚至于可以成为士师。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到了他们有本土的敌人，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这次的敌人是来自于本土，不是外来的。也就是当我们自己不好的时候不但外来的敌人可以欺负你，就是在附近的，甚至在你中间的也要起来欺负你。敌人固然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太弱，是自己在失败中所做的决定的那个结果。这一次他们受苦了20年比以往的都长。20年悠悠的岁月，在苦难中度过，旷废光阴。人生有几个20年当然，我们的神兴起了一位让当时候的人不能了解的，也就是一个女子，叫底波拉。其实这个名字就叫做蜜蜂。这蜜蜂虽然细小它却能够成就大事。那是什么原因呢？是神要兴起愿意的人。神兴起女先知，说明她是常常有神的话语，常知道神的心意的人。也就是唯有跟神有关系良好，才能明白神的心意也唯有跟神关系很良好的，才能够被神使用。那么他是能够分辨是非的，因为士师就是替人来判定是非，来施行审判的人。除非本身是非要分明事理要清楚，不然不能做士师的。是非清楚才能为主做工，不然会将神的工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很特别的是，他还知道怎么用人他对这个男士当时的男士是很有才干的巴拉的才干出众但也说明了这个巴拉呢他是愿意被一个女性所用，因为他知道底波拉他赏识他他就打发这个底波拉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烟的儿子巴拉招了来，招他来要他去办一件事，是他从神所领受的，要一起去征战。但我们看到这个勇士他竟然不敢去他怕怕的，他说你要与我去，我才要去。
这个底波拉他身先士卒，他亲身参与。他说好，我呢就必与你同去。虽然呢巴拉的要求呢真的是有一点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哈，但我们看到这个领袖呢底波拉呢，他身先士卒，他与勇士同行他不贪生怕死，没有躲在背后，亲力亲为，那士气就大增，战无不胜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描述中，我们可以透露出底波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边第4节说拉比多的妻子，他有说了底波拉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妇道人家他是料理家务的也就是说，即便是这样的人也可以被主大用，而且只要他肯，神给他勇气比男子呢有才干的还要勇气那个巴拉还要拉着他一起去，否则他不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神手中真的不分大小，不分男女，都可以成为神有用的器皿，也就在于我们愿意吗？我们看到这个底波拉这个章节4世纪第4章有好多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呢？第一个女士师，女先知，而且也是第一个记载着士师做判断的执事第一次被迦南内地的敌人给欺压下所亡。当然这个在新圣经里面大概第一次男人的荣耀被女先知底波拉和弱女子雅意所盖过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战场上这个可是非常的壮观这个战场很激烈但西西拉全军覆没这是4世纪第一个神迹。怎么说呢？因为900辆的铁车一出现，竟然能够被打败，被根本没有铁车的打败，那不是神迹。什么是神迹呢？那么900辆铁车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那么可见知道那时候所用的不是瓷器时代，而是已经进入到这个铁器的时代了所以我们看到第5章就开始这样有一个得胜的凯歌，战胜了，因为这些敌人这20年的仇敌当然要来庆祝跟歌颂一番，这是人性的必然所以以色列人呢有许多的战争得胜的事迹，但是把得胜的歌写下来的数一数真的不多但底波拉和巴拉的歌呢就确实被记下来了。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1节到第5节4世纪第5章他歌颂神因为以色列人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一开始就是颂赞耶和华，就是我们能够得胜实在是因为神的缘故，不然我们为什么会20年来受苦呢？人如果能够胜过一切，那我们为什么早不胜利呢？当然是我们能胜利是因为靠耶和华神的帮助底波拉他要人知道人出了力，但要归功于神。所以亲爱的大家，今天我们若是能够有什么跟别人强一点的，那么不是因为我们强，乃是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是很强的，所以我们要归荣耀给主。当然底波拉他也归功劳给人因为到底有多少有许多的人来参战所以他也称赞这些在艰困中挺身而出的人。以色列人是该受称赞的，因为他们在极艰难的困境中参战强敌当前这个百物凋零，手无寸铁，人还肯参战这真的要记上一笔。而且我们有没有忘记他们对手可是有战车铁车的
所以这个底波拉他真的是一个领袖从12节到27节，他就称赞人人奋力来参战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的是要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我们将荣耀归给神，但我们也鼓励人因为人愿意，那我们就可以被神所使用。当然我们也警告仇敌在这里31节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说勇猛的西西拉从来是所向无敌掳掠妇女无数但却败在妇人的手下。哎呀，谁能抵挡耶和华？谁能站立得住呢？真的要记住，人真的要谦卑耶和华神才是宇宙唯一的真神，是我们轻慢不得的那这个底波拉他用这首歌来颂赞，来赞美神。当然接下来就带领了以色列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和平的日子。哎呀，我们到了第6章又看到这个基甸哇，他是一个拆毁的人这个他们又是受苦的年代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没有纪念神从前拯救之恩没有守住神的约跟警告，而且他误会神他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些事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到底在哪里哇，我们人常常误会神但是我们神兴起基甸，虽然他这个信心不够，他还是很多的疑惑他要证据，但我们的主不怕你要证据要的是你不来寻求他，你的疑惑不来请教请问他，神是不怕人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更可以来默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一些神没有办法使用的人，是吧？我们真的是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不偏待人，默想神可用谁呢谁可以被神用，谁合用呢？不分男女，他都能使用。问题在我们愿意被主使用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再次用这3章来提醒我们。主，你爱我们，主你要用我们一生活着的意义就是要被神灵使用，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主，我们谢谢你再次给我们这样的确据，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容神益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所给的一切美好，为主所用。我们明天见。